大家好，我係花之園，我係魚蛋。呢一集係一條記錄咗深圳2日1夜 staycation， 住下酒店，嘆下 buffet， 再逛一兩個周邊景點，較為 relax 嘅一個 vlog。第一站用呢間名氣好大嘅網紅燒鵝店揭開序幕，跟住入住一間5星級酒店，夜晚嘆下佢嘅 buffet， 究竟味道如何呢？酒店嘅設施係點嘅呢？第二日嚟到呢間夢幻式漩渦書店打卡參觀，仲喺海濱長廊摩天輪底下散步。事不宜遲啦，點個讚好，撳個訂閱，一齊嚟度假放鬆返2日啦！由深圳灣口岸過關，因為2日主要都會喺深圳西邊嘅南山區同埋寶安區活動。唔好以為西邊寶安呢頭附近就淨係得個機場啊！喺南山站 D 出口呢度就同大家嚟到呢間我最好。嚟到平平無奇，冇咩特色係咪？其實啊，好多本地街坊啊，以至知名網紅啊，更有 TVB 明星啊，都介紹過呢間嘅燒鵝店㗎。一齊嚟睇下餐牌先，比起香港專門食燒鵝嗰幾間，價錢梗係平一截啦。咁就一於試下味道如何先。落完單望過去透明開放式嘅燒臘廚房，可見手起刀落嘅刀工同埋乾淨嘅衛生環境，都俾到食客一種嘅安心。我哋就點咗必食嘅燒鵝下裝，再要咗個滷水拼盤同埋清湯瀨粉試一試，價錢埋單150蚊左右，2個人都食到好飽啊！燒鵝話咁快就上台啦，哇，油光色澤都非常靚仔喎。另外就再送咗碟菜解係肉梨，忍唔住啦，即刻試食先。燒鵝外皮燒到卜卜脆薯片咁啊，香氣由一上台嗰刻就持續突襲鼻腔啦。一啖咬落去，哇，爆汁肉嫩，鵝肉都帶層油脂嘅，所以食幾嚿就開始滯啦。又試下呢碟滷水拼盤先，包含咗各個部位嘅鵝雜，咩鵝腸啊、鵝腎啊、鵝肝、鵝翅、鵝心等等，都好重滷水味，而且食唔到其他內臟嘅腥味。2個人食到飽一飽，價錢又唔貴喎，高性價比嘅一餐，值得推介啊！咁疫情過後啦，已經好少聽到 staycation 呢個詞語噶啦。但係喺忙碌嘅生活入邊抽翻2日1晚，或者係同情人、家人慶祝下特定嘅日子，都非常之唔錯噶。咁先講下價錢同埋評價先。喺美團 app 入邊 book 1晚酒店，連雙日晚餐同早餐 buffet 只係888，性價比都算幾高。間酒店位置咧就喺寶安區寶田1路站 C 出口嘅隔籬。咁呢間就係5星嘅深圳登喜路國際大酒店啦。附近都有啲鬧市商店可以逛逛。咁即刻 check in 開箱下一間酒店先。大堂空間算係寬敞，休憩嘅地方都幾多下噶。咁由於呢邊啦係屬於寶安區近機場一帶，咁見到酒店都有額外接送機嘅服務。早晚上機落機嘅朋友或者需要用到呢樣嘢，仲有個生日紀念日精心佈置嘅服務。有需要嘅朋友可以自己諮詢下酒店了解下。哇！成間酒店嘅設計採用咗歐洲尼斯風情設計，俾到人舒適華麗嘅感覺。交通便利嘅特點，除咗係接通地鐵出口之外，佢仲同環島中港通有合作嘅關係，接通香港九龍新界機場、博覽、迪士尼等等嘅地方，超級方便啊！咁我哋回程嘅時候啦，我哋都體驗咗直車返去尖沙咀，稍後條片會再補充嘅。好，即刻帶大家上房開箱俾大家睇下先。電梯一上嚟已經擺住啲水果免費提供俾住客，又幾窩心喎。睇埋間房，空間感幾大啊！配置同一般嘅大酒店差唔多，採光度高，仲有張辦公台啊，有部嵌牆式嘅電視，係睇到香港嘅台價，都算係加分位。望返門口有個大衣櫃啊！有塊落地大連身鏡，我哋女士們特別滿意呢個設計。望埋隔籬嘅廁所都幾大啊，企理衛生。基本用品齊全。
望埋景觀算係開揚，可以望到酒店嘅泳池。跟住就係悠悠閒閒咁 hea 咗個下午啦。開拍下酒店嘅其他設施俾大家參考先。泳池方面，酒店就介紹寫住5月到10月先會開放，以外嘅日子嚟到就享用唔到泳池啦，唯有過去健身房嗰度睇下先。估唔到有驚喜喎，有別於一般酒店自己興建嘅健身房，呢度同外邊專業嘅收費健身室合作，憑房卡就可以免費入場享用專業嘅設備，針對唔同部位嘅器械都有得做啊，簡直就係健身人群嘅一大福音啊！時間磨到6點，終於都可以食酒店嘅晚餐 buffet 啦。先睇下用膳嘅環境，同樣係寬敞舒服，座位嘅間隔唔會黐得太埋，私隱度都有保障。嘢食分咗唔同嘅種類劃分，都有幾多款式啊。首先係凍海鮮，好多選擇啊，花蟹、螺、長腳蟹、麵包蟹、大頭蝦、螺肉、皮蝦等等。跟住係刺身區，常見嘅都齊晒，三文魚啊、吞拿魚、金槍魚、八爪魚、希靈魚等等。特別係我最愛嘅三文魚啊，相當肥美啊，加分加分。下一 part 放滿咗壽司，另外有啲芝士火腿啊、涼拌小菜等等。日式、中式、西式嘅沙律都會擺晒喺呢邊。而另一邊呢，就會有燉湯同埋廚師嘅即製區，前面放咗啲中式嘅熱炒菜啊，冇咁好前面東食嘅朋友呢，嚟呢一度就啱晒啦，即炒出嚟啊，全部都熱辣辣噶。再行呢，就係串燒區，加埋啲辣粉、孜然粉，好嘢味啊！仲未完啦，仲有啲西湯啊、中湯啊，同埋更多嘅熱炒菜式，包括係燉蘿蔔啊、炒牛肉、辣炒螺、炒蝦等等，試咗幾款都係唔錯嘅。而對面仲有燒臘類、切雞、燒鴨、叉燒等等。誇張到啊，炸物類都可以另外開一邊去放，有炸蝦球啊、春卷啊、炸排骨等等，好多選擇啊！另外仲有2盤咖喱菜，跟住呢就係水果區啦，大概有10款是日嘅水果提供。至於飲品有果汁、啤酒、水果酒、氣泡酒，幾款嘅紙包飲品，仲有咖啡、穀物、燕麥奶幾款。仲有啲嘅養生茶添啊！酒店呢就再劃分咗唔同級別嘅用餐款式，我哋呢個呢就唔包含一啲上位菜式，好似呢個炆鮑魚今次就試唔到啦。另外亦有即撈即煮嘅火鍋區，飲品呢有紅酒飲。咁呢度嘅甜品一樣係多到令人花多眼亂啊！雪糕一共有6個口味，雖然就唔係哈根達斯，但試過幾款味道都唔錯㗎，唔會係好假嘅化學味。另一邊就有朱古力噴泉，就擺咗好多生果啊、棉花糖自由配搭。繼續睇落去，有呢個嘅榴蓮飛餅啦、葡撻啦、糯米糍，仲有西式嘅甜包、蛋糕仔、涼粉、西米露、雙皮奶都有啊。仲有2個嘅凍櫃擺滿一系列嘅甜品啊、棘啊、布甸等等，賣相都好精緻啊！好啦，終於都開餐啦，擺到成枱都係嘢食，非常豐富。前面就介紹咗咁多嘢食，就唔逐樣講食評啦。特別想講三文魚好肥美，必食啊！咁呢度雖然有蟹腳，但係味道就比較乾身啦，感覺雪得比較耐。麵包蟹呢就比較差少少，啲肉質唔彈牙。其他嘅熱炒啊，我哋都有夾嘅，覺得幾惹味，好好食。甜品啦，對於我哋口味嚟講稍為偏甜，大致就係咁啦。經過一晚嘅消化，又可以作戰試賣嘅早餐 buffet啦。開端係擺咗啲沙律嘅，開始睇下嘢食啦。有中式嘅開胃菜，仲有三文治、火腿芝士，水果都係琴日嗰啲一樣。去到麵檔同出邊常見嘅差唔多，
而配料咧就會稍微多少少啦，可以揀埋啲魚蛋、魚腐、菇類同埋雲吞等等。旁邊咧就擺咗啲蒸糕包點咁樣。再隔籬就係廚師即製嘅腸粉啊，超好食啊！雖然只係簡單嘅木耳瘦肉做餡料，但係即製熱辣辣，再加上皮薄餡靚，再點埋豉油辣椒醬 ，yummy yummy。另一邊有太陽蛋、煙肉、麥樂雞、油炸鬼等等嘅煎炸類別。熱炒菜蔬咧就會比琴日少，有幾款嘅。跟住必食嘅咧就一定係呢個生滾粥啦，自己揀選喜歡嘅配料，有豬潤啊、魚片啊、瘦肉皮蛋等等。廚師就幫手即製呢個新鮮嘅生滾粥啦，超好味啊！個粥底好綿，配料啊新鮮喎，嚟到必食啊！加埋啲蔥花喺面咧，香氣逼人啊，非常回味。再繼續行，呢度有番薯粥同埋小米粥，有啲炒菜啊、腸仔、茶葉蛋同埋炒粉炒飯類。而喺對面就會有即拉嘅蔥油餅，各式各樣嘅西式包餅、cupcake，鹹嘅、甜嘅包點應有盡有。仲有牛角酥同埋提子包都好好味啊！朝早仲多咗個熱牛奶同埋豆漿，可以送埋隔離啲穀物脆脆一齊食。凍飲呢，依舊係琴日有嘅果汁、咖啡、燕麥奶、養生茶。冬季就擺咗啲乳酪啊、蛋糕仔咁樣。早餐就大致係咁啦，整體都算好豐富，味道又好味喎。食咗咁多嘢，都想趁天氣咁好走動下嘅，咁係寶安區有個區域叫做歡樂港灣。除咗有佢嘅標誌性灣區之光摩天輪，仲有一站式集美食、購物商場、休憩公園於一身嘅共同體。而我哋今日咧係有個目標咁嚟㗎，就係為咗參觀下呢個叫中書閣嘅書店啦。與其話佢係書店，不如話佢係個網紅嘅旋轉打卡地仲貼切啦。巨型嘅紅白相間螺旋設計，彷彿令到訪客好似跌入咗個時光隧道咁樣啊！就算冇一絲一毫書卷味嘅我哋，都可以攞部手機出嚟，起勢咁影，融入呢片嘅文青氣息。無論你係中意睇下文具小精品，或者係喜愛閱讀，又或者你只係單純中意打下卡、影下相嘅小伙伴，都推薦你嚟呢度睇下㗎。行返出嚟摩天輪嘅底下，其實係接駁住好長一條嘅海濱步行路線嘅，但烈日當空嘅當日呢，我哋就冇行落去啦。打車去附近嘅深圳前海一方城，距離酒店啦或者呢個景點都好近嘅啫。佢係個大型嘅購物商場，簡單睇下呢度嘅裝置藝術同埋醫埋肚。就準備回程體驗下呢個環島中港通直線返香港嘅體驗啦。酒店職員見我哋傻頭傻腦咁，都好熱心帶埋我哋出去酒店嘅後邊，揾到上車嘅集合點啊！到咗深圳灣口岸過完關之後，再跟翻分流接送去香港各區嘅路線，就可以安心便捷咁返到去啦。總結下呢個美團價888嘅2日1夜包雙人晚餐鋪飛，再加埋早餐鋪飛都幾抵玩喎！依照個人嘅喜好，加多2個周邊嘅景點，又或者休閒睇下電視、做下 gym、體驗下 staycation， 亦都好適合啊！最後希望睇到呢度嘅朋友都點個讚好，撳個訂閱，我哋會更加有動力分享更多嘅旅遊美食資訊。拜拜，下集再見。